云林县的沿海最近这几档有记录到291种的鸟仔，其中53种是保育类哦，有5种是量要绝种的鸟仔。林保署甲云林县政府合作，要来推动生态救护哦，要鼓励养殖业者伫寒人提供30公分以下的水位，互大鸟来过冬。1公顷补助1万块，按算要开放200公顷的补助。养殖业者甲蛤蟆好起来了，就会开始拍地消毒。为着要吸引业者创造更加优质的生态环境和鸟仔大，林保署甲云林县政府今年第一遍推出，并为目前甲重要车地生态服务给付方案，1公顷奖励1万。我感觉安尼是好啦。安怎讲？嘿。都窟仔会当休困放互潜水嘛是好啊。嘿。潜水伊日头拍会着啊。好啊，因为这。鸟仔愈来有诶，直直无去啊！有时一寡足珍贵诶动物啥，你会无去啦。你也有通好休，可能伊就只欢喜啊。林保署南投分署讲，云林沿海这几年有记录到291种的鸟仔，其中包括53种保育类，也个别出现过东方白鹳、黑面腊杯、草鸮等5种濒危绝种的鸟仔。这么，只要沿海4个乡镇的养殖业者，当天维持1个月30公分以下水位和鸟仔生活，就让领奖励金。麦寮、台西、四湖、口湖等地的养殖户。在渔温收成后，于10月至隔年4月期间，配合低水位与友善管理，营造候鸟适合的觅食与栖息环境。合格之参与者可每公顷获得1万元。越来也越严格。那当然，如果有更好的一个参与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给付工作哈，其实让他们多多少少有一笔收入之外，也辅导他们做友善养殖。当地生态协会讲，罗水溪出海口这几年有真侪大鸟来遮休困，为了要有更加侪栖地，互因找食的或者是来遮探视，甲云林县政府积极争取林保署的生态奖励金，今年第一遍开放申请面积是200公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